伊就对伊讲，我心中总无，总是我奉主耶稣基督名叫你起来，伊就起来，又搁欢喜，又搁跳跳，伊就伫个所在，又搁走，又搁行。现在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是靠主的贵咱，咱才有法度赢过这些所有感觉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人生的骄傲。互咱伫主的面前，真正是会当有一个新的画面、新的祝福、新圣灵更新的风吹透伫咱的内面。为
搁再一届，咱要三角做来祈祷，是圣灵的风吹入你的心内，心情就会轻松。圣灵引带你的路，就有平安。因为圣灵的同在，你就会有快乐。咱就要伫主的面前定心出发，来伫主的面前来感谢，感谢上帝赏赐咱夫妻之情，感谢上帝赏赐咱亲密的友情，感谢上帝赏赐咱的囝之情，感谢上帝将伊上介大救恩的情恩来赏赐咱。为了所领受一切美好的感情，对上帝所来，对着上帝正的人赏赐咱拢伫主的面前来感谢，真做一个会晓将着一项一项真情保守伫咱心内面感恩的百姓，非常来感谢，请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会行甲阮同在，保守赏赐阮一切丰盛的恩典。主，我要感谢你，圣灵的风吹来伫阮的内面，吹来伫阮的心灵内底，互阮甲主你三角同行，互阮活伫主你的内面。唯独你是主，是赏赐所有一切正义的主。主，我感谢你救恩之情。到伫如今，我才搁伫转中，总是主你帮助我家己，我快乐。互我对着讲、听讲，并且会通去做。所以我活命就要带出属灵的环境，伫主你的内面，就要继续会通明明所有一切的代志，会通照主的吩咐。主，我若遵行你的话，主你讲万样代志，就会听咱我的愿。主，我所仰望你，唯愿你伫我的心中成就这个愿力，成就这个恩典。主，将着所有的苦难，将着所有这试炼，主所有的罪恶。将伊亲像风吹散去，我真正保守伫我的心内底。我祝你家己的恩典，丰丰富富，赏赐伫兄弟姊妹的内面，赏赐我每一个人。爱牧者，一项一项一个，心灵变开阔，一件一件要无，成就真。平安，听靠主的呼声，陪热阮心肝，快跑对主过来到溪水边，一项一项一个，心灵变开阔，一件一件要。就真平安，听靠主的呼声，陪热阮心肝，快跑对主过来到溪水边，快跑对主过来到溪水。咱的主，咱的上帝，疼惜咱，要更新咱的活命。圣灵要进入伫咱的内面，引带咱。所以，咱有一个祈祷，求主来圣别咱，求主互咱成做伊圣洁的器具，互伊会通来路用咱。求主圣别我心思，互我顾念主的事，体贴圣灵正最相，我力肉体太偏行，求主我打困求你，将我误会洗清洁，切天圣灵将我心。
主日日情，求主成全我感情，予我听你心坚定，无可贪爱这世界，失去仰望你再来，求主我打困求你，将我有悔洗清气，这天生命添我心，予我听主日日情，留主生变我意情，予我专心信靠你，稳走精灵的路程，一生为你做见证，求主我打困求你，将我有悔洗清气，这间生灵添我心，予我听主日日情，求主成变我原因，予我讲话应要主，今听万讲莫成德，好因信息快传播，求主我打困求你，将我有悔洗清气，这间生灵添我心，予我听主日日情，求主成变我行为，予我显明你恩惠，应要应归你天父，叫你奔走到天境，求主我打困求你，将我有悔洗清气，这间生灵添我心，予我听主日日情，求主我打困求你，将我有悔洗清气，这间生灵添我心，予我听主日日情。求主阮担困求你，将阮误会洗清气，照你的应允，差遣圣灵点伫阮的心，互阮一日比一日听主搁较深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咱同齐用主教示咱的祈祷，同心来祈祷，请。阮伫天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，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息今仔日赏赐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坐。咱这是三个做来启用，启用文第9篇，我来启，请兄弟来用。好的部分，咱三个做伙来上读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。我还阁惊啥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。我要惊啥呢？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无遐惊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的心悠然安稳。
有一项代志，我捌求耶和华，我有缘超吹，就是一生一世踮伫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伊的荣美，伫伊的殿内求问。你讲，恁着找求我的面。迄时我的心向你讲，耶和华你的面，我正要找求。我若无信伫活人之地，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经送大了。爱听候耶和华，着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搁再讲，爱听候耶和华。阿免。感谢主，愿上帝祝福每一位读伊话语的，并且也将伊的话语刻印伫咱的心，互咱尊敬，互咱对伊得到活命的丰盛甲稳定。这是咱三个做伙拍开周报第4面。咱要来看本周主要的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8章17节到31节。咱这时请三个做伙同心齐声来上读《使徒行传》28章17节到31节，三个做伙来上读，请。过了3日，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，因就来了，就对因讲：兄弟啊，我虽无做过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，甲咱祖宗的规条，却受束缚。对耶路撒冷改伫罗马人的手内，因审问了我，就愿意投放我，因为伫我的身上并无有该死的罪。无奈犹太人不服，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伫该撒，并毋是有啥物代志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。对安尼，我请恁来见面讲话。我愿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受责任所困锁。因讲，阮并无接到对犹太来伦理的批，也无兄弟到遮来里报互阮讲你有啥物毋好。但阮愿意听你的意见怎样，因为这个教门，阮晓得是世界互人诽谤的。因就甲保罗约定了日子，就真侪人来到伊约厝来。保罗对头去隐瞒，对因讲论这个事，证明上帝国的道，因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册，以耶稣的代志劝勉因。伊所讲的话有信的，有毋信的，因彼此未合就散了。未散大声，保罗讲了一句话，讲：圣灵这先知以赛亚恁祖宗所讲的话是无毋对的。伊讲：恁去甲这个百姓讲，恁听是要听见，却无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未晓得。因为这个百姓油蒙了心，耳孔沉重，目睭瞌咧，恐惊目睭看见，耳孔听见，心内明白，滑头过来，我就医治因。所以恁着知影，上帝这救恩。如今传互外邦人，因也要听受。保罗伫家己所租的房屋内面待了足足2年，见若来见伊的人，伊全拢接待，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代志教世人，并无有人禁止。咱搁再一届三个阿头来祈祷。亲爱的父上帝。救赎阮的主耶稣基督，以及因带阮赐能力互阮的圣灵，阮伫即时搁再一届恳求大大的恩典甲阮同在。你亲自来教示传讲的人，通互听到的人也会当三甲做伙伫上帝你的恩典内底，阮同心受主你话语的祝福。你甲阮同在，你因带阮，你赐恩互阮，互阮行伫上帝你真理的丰盛内面，通因为安尼，互阮的活命无搁再受世界其他的物件来代替上帝你的位置。阮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今仔日这个礼拜，咱要看《使徒行传》，是上尾一届看。这个月，咱拢咧看《使徒行传》。总是呢，《使徒行传》并未因为来写到第28章了后，《使徒行传》就结束。圣经伫这个所在来讲到《使徒行传》第28章，一直到上落尾的时阵。伊伫第31节，伊用一寡话讲：以放胆传讲上帝的国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代志教示人，并无有人禁止。请斟酌注意，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使徒行传的结束，写到上落尾，伊毋是结束，伊是咧讲一个事实，伊讲。伫迄个时阵，上帝国的道理悠然继续咧，互人传扬，并且主耶稣基督的代志悠然咧，互人教示。圣灵甲因三甲做为同工，所以使徒行传并无结束，伊是写到迄个坎站的时阵，过一段落。今仔日伫咱的画面内底，咱是新的使徒，当咱愿意接棒的时阵。咱就是新的使徒，咱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咱爱继续写使徒行传，来甲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咱爱继续写使徒行传，甲伊讲。那么，怎样会变做这款的重生有能力呢？过去这个道是受诽谤的。总是教会手，伊互人听会明白，互会接受。最后伫这个所在，28章讲，伊继续咧互人传扬。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咱来斟酌。保罗伫这当中所做的，路加伫这个所在所记录的，大概咱会当有一寡的思考。这思考内底，咱三甲做来看。伫这呢，保罗。当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过了3天，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，因就来对伊讲：兄弟，我虽然无做啥物歹的代志，但是伫这当中，咱会通看见保罗伊互人带来到伫遮的时阵，伊来到伫罗马。当伊来到伫罗马的时阵，伫遮呢，伊就主动去找到犹太人的首领，甲因三甲做伙来参详遮的代志。保罗来参详遮的代志，是因为伫迄个所在，伊讲。我并无有啥物应该死的罪。保罗传福音真奇妙，这项代志是啥物货？真奇怪，这项代志是犹太教，就是因内部本身的人对保罗反对上大，含罗马人外口的人嘛，伫迄个所在，伫遐呢，无讲保罗有啥物该死的罪，无讲伊有反国罪，也无讲伊有啥物货。但是伫这个所在，咱看见圣经讲兄弟啊，我虽然无做啥物代志来干犯本国甲我祖宗的规条，但是却是受束缚条咧。所以今仔日咱来看这个代志，最过了3天的时阵，保罗请这首领来，伊伫这个所在主动去澄清，伊甲代志讲互伊清楚。等伊受领来到这个所在的时阵，伊主动去澄清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三甲做伙来思考这项代志。有的时阵，伫咱你看，恁兜发生啥物代志的时阵，除非你甲牧师讲，无牧师敢会走去恁兜，甲你兴风作浪，袂啊。大部分咱伫咱的公司、伫咱的团体，任何到一个所在发生代志的时阵，啥物人？敢是其他的公司对咱的攻击？有可能。但是咱兜发生代志，大部分是啥？是咱兜的人家己发生代志嘛。所以咱袂合嘛，翁某袂合，爸囝袂合，了后啥物袂合。但是伫这当中，咱来注意这项代志。保罗伊做这项代志，伊主动澄清。今仔日咱若是真正看到一个问题，有这项代志的时阵，刻伫咱当中，咱会当三甲做伙来学习。学习亲像保罗共款，主动去澄清，主动去和人和好，主动去做代志。人类科学的行为内底研究这项代志，讲任何所有的关系，拢特别恢复互伊好势。无论咱和这个人偌歹，但是迄个关系拢会当
和好，重新和好，一定会比咱和另外一个新的人建立迄个关系，还佫较勇健。古早人讲拍长手骨颠倒勇，实际上是安尼。友情若三甲做伙，重新来面对彼此的误会，甲迄个代志讲互伊好势。过去几十年，敢若为着一项代志误会，结果咱就甲伊拍互伊当过去10年拢总无去。但是咱若是伫即个误会内底甲伊透互伊开，了后咱阁继续向前行，咱过去迄10年的友情，还阁伫咧，阁会当继续向前起做，互伊较悬，阁较稳固，阁较快。所以保罗伊家己主动来澄清这代志，伊讲我并无做啥物毋对的代志，我嘛毋是要来伫即个所在来控告我的兄弟姊妹。保罗讲我伫即个所在，因来审问我，就愿意偷放我，因为伫我的心上并无啥物该死的罪。伊讲明这个事实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事实甲感觉是两项代志。但是咱真容易用感觉来当作事实，但是实际上事实甲感觉是足无相像的。翁仔某会烧灭冤家，烧灭冤家的时阵，咱就讲你无爱我哦，较差不多咧，无影遮严重。只不过是伫即个代志的顶面安怎感觉无好，气模气无好，对无？所以，但是咱就将着即个物件甲伊解说讲，你无爱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代志。医生给我食药啊，足苦的。医生要甲我头死，对无？讲有影，因为阮食药拢足苦的呢。哦，所以医生要甲我头死，这是我的感觉啊，但是毋是事实啊。某咪一个人甲咱讲的话真无好听，所以迄个人故意挑战我，迄是感觉。但是事实伊是爱我好，所以古早人讲啊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所以伫咱的活命内底，咱爱斟酌，咱爱甲代志事实讲互伊好势，咱会当就事实来说明，但是毋好互迄个代志加添别项的物件。翁某冤家兄弟姊妹啊，伫迄个所在相拍相骂拢袂要紧，但是爱甲代志讲互伊好势。圣经内底讲，这代志咱毋通去牵拖着别人。最近我听一个演讲内底讲到一个代志，讲翁某冤家的时阵哦，上界欠算的一项代志是啥？你甲因兜的人骂惨落，这足无应该的，知无？甲因兜的人骂惨落，阮兜的人甲你啥物关系？毋好甲因兜的人骂惨落，无论是翁还是太太，甲人因兜原来的人骂惨落的时阵吼。你就是甲恁老爸共款啊！你今仔日来出来哦，即句话我来讲，即个吼这叫做啥？杀伤力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哦，所以毋好安尼甲人骂，骂着就咱两个人的代志，讲互伊好势就好。所以就事实来说明，保罗无讲其他的代志，伊就事实来说明。伊知影伊咧讲啥？伊讲我只不过是。我无啥物该死的罪，但是犹太人不服啊，因一定要甲我弄互伊死啊！我是不得已的，所以我只好安怎继续上诉来甲皇帝，伫迄个所在上诉伫皇帝面前，我无啥物代志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，无，我只是要为我家己来申冤的尔。哦，所以。做任何代志共款，爱就事论事，就迄个代志来说明。了后保罗讲，对安尼，我请恁来见面讲话。我原掠做以色列人所仰望的，我是为着这个仰望受这个锁链来捆掉的。保罗讲，我是无辜的。今仔日犹太人要期待弥赛亚来，期待拯救因的迄一位来。
但是已经来啊，毋过恁看无清楚啊，所以我今仔日甲恁解说啊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爱甲这个代志对互伊准，真相到底是啥物货？我今仔日甲你冤家，我今仔日甲你当面对质，我的目的毋是要为着我会赢过你，毋是。咱若冤家，咱若伫迄个所在，就是干那为着要相骂，为着要骂互伊赢，安尼迄个冤家无价值。冤家上介重要是要指明究竟我欠缺啥物货。一直到尾手，咱通过迄个一再对问指向真相的时阵，咱才会了解。有一对翁某因冤家，因伫咧所在相骂，了后即个因太太就伫咧所在讲：你困吼，困甲讲甲遐大声。因先生就甲因太太讲：你定定就爱我。记牢你逐项的日子，结婚纪念日，吼啊了后的时阵，你的生日，吼啊恁妈妈的生日，恁啥物人的生日，当拢爱我家己，我都记啊济呀。爱着佮伊讲，啊你定定恁朋友做伙出去啉酒啉甲遐晏，伊就讲，啊我是咧啉偌济，我1月以后出去一届，我就算足济啊呢。啊出去久久也毋通出去啉一届烧酒，你是安怎？会袂堪一咯？啊无你做伙来啊？哦，啊就开始伫遐还没烧咩？了，因两个一句来一句去，一句来一句去，一句到落尾手的时阵哦，因太太才伫迄个时阵发现一样代志。其实我就是望你去倒位，互我会知，就是安尼尔。你去倒位，你互我会知。但是真不幸的啊，因先生吼，就是这样代志。伊讲我就是足无爱人管的。迄就是伊爱的，所以就是到落尾啊，两个人就是即一点安怎，门线帮斗袂罢啦。了后迄一天的时阵啊，我就看一篇文章啊，伊讲啊，你若要互查某囡仔欢喜，要互恁太太欢喜，我跟你讲，带伊去佚佗，带伊去踅街，去甲伊买包包，哦，啊了后的时阵哦，带去高档餐厅食饭。哦，你这4点若做会好势哦，恁太太一定拢足欢喜。啊了后的时阵哦，若要互恁先生欢喜，就敢若有一项，你莫甲管安尼。哎，敢是？我毋知影，但是迄一届的时阵，伊是安尼讲。无论安怎样啊，我要讲啊，咱伫任何的冲突内底，咱重要的目标是要找出迄个真相到底伫倒位。保罗伊毋是伫迄个所在含人输赢。古早人讲一句话，讲烧麦毋捌输啊，烧麦毋捌输啊，烧输毋捌赢啊，你含人比迄有啥路用呢？终其落尾，咱最重要是要甲迄个物件找出来，到底咱伫当中有啥物款无共的所在？望咱将到迄个共的所在，甲伊找出来，安尼咱就会当三甲做伙，行搁较久长，行搁较坚固。任何的关系，拢值得咱去甲伊挽回倒转来。求上帝是阮里面帮助咱。第二，保罗伫这个所在的时阵啊，伊伫迄个所在，咱看圣经，伊伫迄个所在就伫遐呢，含因三甲做伙，了伊就讲这个代志，讲啊，到伫迄个时阵20、30讲，因含保罗约束日子，就真侪人到伊来徛起这个所在。保罗对早起到暗暝，对着因讲论这个代志，证明上帝国的代志。咱的生活内底真注重这样代志，特别伫信仰顶面，咱也爱非常的斟酌注意。对话，牧师无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你的先生嘛，毋是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人。你的太太嘛，无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人，咱拢爱需要真清楚。安尼，咱的兄弟姊妹嘛，无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人。任何倒一个人，咱拢有
伊无圆满的所在，伊无完美的所在。所以，咱伫咱的生活内底，咱需要有对话。伫这个对话内底，特别信仰的对话内底更加重要。但是保罗伫这个信仰的对话内底，伊真知影家己咧信什么话。请咱斟酌注意看，伊伫迄个所在，伊就开始对着早起到暗暝讲论这代志，证明上帝国。所以伊殷勤来研究。伊家己本身就是犹太人哦，伊信犹太教，伊并且非常的认真哦。但是伊伫研究了后，知影所应允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来呀。伊真清楚知影，这位弥赛亚来，要为着人，甲人救离开罪恶的捆绑，要人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互人有能力会当赢过困难。甚至赢过上界大的困难，就是死亡。我会记得我甲各位讲过，伫这30-40天内，就我所熟悉的人，大概有10个人离开世间。这样代志对我来讲，不只真大的震撼，互我感觉生命遮尔啊短暂。短暂，甲咱无法度去掠掉迄个生命。圣经讲，咱的日子是70岁，若是勇健会当活到80岁。但是，咱也看见，忽然间什么代志，无一定伊什么时阵发生。有个囡仔生无出来，有个囡仔生出来就无去。昨暗的时阵。半暝啊，困甲有够冷，冷甲我规身躯啊，安尼尿尿喘，规身躯尿尿喘，所以整个身体就发抖，你知无？迄真正咧，规个拢尿尿喘起来。我上奇怪，我配着盖遐高时，哪会个会尿尿喘？结果一个懵，原来皮已经无去啊，所以。顶这个所在真无闲，我就想到我迄个朋友啊，伊才50岁尔。我想讲，伊伫50岁的时阵，心肌梗塞就无去啊。我想讲，安尼啊话，我这若有呢，倒一天吼，安尼赶到一个种心肌梗塞，毋知我哪无去啊。大笔捌讲过一句话，我离开死亡只不过是一部分尔。咱敢有知影，咱所信的上帝，咱所信的主，是迄一位救咱出死亡、进入永远活的主上帝。所以伫这当中，保罗伊真清楚知影，耶稣就是弥赛亚。伊的信仰毋是野香对拜。伊的信仰是实实在在，伫当中研究过、想过了后，互伊会当遮尔啊坚固来相信。第二，伫这当中，保罗主动愿意和面对话。另外一部分，因遮个人爱愿意对话。一个人若是无愿意对话的时阵，所有的沟通拢总无效。翁某是安尼，同事是安尼，任何倒一个人拢总是安尼。所以行为学家讲一样代志，你叫袂醒一个假困的人呢？伊在咧假困啊，你硬甲伊摇，伊嘛是假困，伊就是无爱甲你讲话啊。所以就假困啊，假困你哪会甲伊叫会起来？叫袂起来。所以一个人必须要有对话的心理，这款的心情。所以伫这当中，因就讲啊，阮无接到人伫这个所在问你啥物话，问你啥物话。但是有一点就是真，保罗讲啊，因伫这个所在讲啊，因这个人讲，因为这个教门，阮晓得是世界受诽谤的，请你斟酌注意。伫这当中，因对因的信仰。或者是对信仰的冲击内底，
当有一旁的人讲因做基督徒，但是却是讲因对咱犹太教出来的，因无去斟酌认捌去了解，究竟这个信仰对因的冲击是啥？亲像有个人讲啊，其他的宗派内底，牧师是安怎因做浸信会，牧师是安怎因做长老会，牧师是安怎咱做圣教会。哦，所以咱到尾手的时阵，将着这改当做一个教门尔，当做一个新的派别。但是咱伫这当中有去斟酌到无？这个人因的信仰究竟是对咱一个帮助，也是对咱一个伤害？是安怎有这浸信会？浸信会因为强调这样代志，洗礼的时阵爱规身躯拢浸落，才阁起来，所以有这浸信会。长老会讲。治理教会爱有专门的人，爱有各样的见识，所以呢，因非常注意伫这个教会内底对头到落尾的顺序啊。长老会的礼拜听书啊，是非常非常的强调伊的顺序的，这是伊的特色。咱是圣教会强调这样代志，或者圣洁的活命，甲上帝三甲同行。就是咱伫软弱的时阵，咱嘛会当去倒转来到伫主的面前，相信上帝，互咱有搁再一届更新的稳定甲机会。所以圣洁的活命对上帝领受，圣洁的活命也会搁再一届更新起来，互咱行伫正圣的道路。所以圣教会毋是讲一届洗礼永远得救哦。圣教会强调的是咱一直来行伫啥货成圣的道路、正圣的道路，愈来愈亲像做咱的主，这才是圣教会的重点哦。哦，所以迄个神性是甲上帝连做伙，是愈来愈亲像咱的主、咱的上帝。所以咱爱有即款对话的心理，哦，了后。有人安尼讲，咱若是有目睭哦，就莫干那对着别人的喙来认捌一个人。喙生伫人的身上，我若对工会兄无好，我甲各位讲，吼，工会兄安怎，安尼时阵哦，大家人讲哦，人个牧师讲的，迄工会兄无甲我好，啊，工会兄就惨啊，对无？就变做我讲甲歹去啊。但是我若讲哦，工会兄偌赞拄偌赞。吼，到尾笑成吼，工会兄若安尼吼，好安尼介赞啊！伊就有一工就会请你食鹅肉，你就会足欢喜。我要甲各位讲啊，咱爱斟酌，这是人讲的一句话，我感觉真有意思。若有目睭就莫干那对别人的喙来认捌一个人，咱爱含伊三甲做伙生活过，咱才会知影这个人到底是啥。信仰内底嘛是安尼。咱含人三甲做伙对话，咱袂当伫迄个所在讲你毋信耶稣啊，你落地甲，毋好安尼讲。咱爱听明白，伊是安怎会安尼信。了，咱有法度针对伊的需要，提供互伊基督伫伊内面，伫伊内面所信的迄一位基督。有啥物会当提供互伊，比伊现此时所相信的抑搁较好，抑搁较有能力，抑搁较有稳定，抑搁较有公义圣洁，互伊会当去看到这，咱才袂落入伫情绪内底的三层。所以保罗对头到落尾伫迄个所在，伊就论说这个代志。用耶稣基督所有一切的代志，并且照着摩西的律法，伊家己真清楚犹太教咧信啥，伊家己真明白，伊即马现此时是安怎看到耶稣基督到底是倒一位。伊的信仰是对头到落尾真清楚，伊也真知影伊所信的到底是啥。伊所讲的是根据事实来讲，伊照着这个代志。认真来念、来读、来说明，
基督徒爱认真和人辩论，但是是辩论事实，唔是辩论情绪，是靠着圣灵的开力，咱做属灵的分享，唔是和人大细声，讲爱讲有道理，讲爱讲有内面爱有面。咱三甲做来读犹大书第1章第30请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想尽心写批予恁。论到咱当得救恩的时阵，就不得不写批劝恁，爱为着早前一届交付圣徒的真道，极力的争辩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外年啊，侪人伫信仰上失落，通常是因为夜香对拜。对着这礼拜六开始，3月初4到4月12，全国基督网络邀请咱兄弟姊妹，一天会当读7章的圣经，5章的圣经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读圣经对咱来讲是绝对必要的。若无，咱就用听的。圣经内底，即马吼，在 App 内面吼，嘛有真济吼，就是这个圣经，伊会当用听的。佮有足济款言语，有普通话吼，咱讲的华语也是讲国语，嘛有即款台语的，吼所以咱拢会当听，就该听该听，因为咱若是甲一个物件听入去。有迄个物件的时阵吼，咱才有法度对迄个内面的规矩、迄个所讲的话来行来做。一定爱甲上帝话记伫心内底，迄个上帝话就会一定成做咱的祝福，因为真道、活命的道，互人自由的真理。已经说明伫其中。保罗伊非常用心，伊对早起到阴暗对因讲论这代志，伊真清楚会当和人对话，伊知影因的问题伫倒位，因为伊家己嘛捌想过这个问题。保罗捌伫阿拉伯的旷野，伫迄个所在认真去思考过。耶稣基督敢是真正的弥赛亚？咱一定爱甲这代志用互伊清楚。当咱知影即个救主是好，咱才有可能将到上好的成做咱一生的追求。咱必须要更新，安尼咱才有法度开始新的生活模式。第三。传统，伊会成做一款无知的循环。保罗所讲的话有信的，有毋信的，因此因就未合就散去了。未散去，大声保罗讲了一句话，讲圣灵借着以赛亚当恁祖先所讲的是无毋对的。你来看，对着因的祖先到伫现此时，迄个时阵，以色列人已经经过过去的时阵，大概有490年的历史。了，佮经过大约有200年的时间，是无先知、无启示，所以已经将近偌久啊？将近有600-700年的时间。伫这当中有200年的时间内底是无有先知的，一直到耶稣基督新约时代来临的时阵，保罗讲：恁自700年前，恁的迄个时阵，以赛亚对恁所讲的话，恁所听见的话，才真正是无毋对。保罗讲，这个代志是啥物？伊讲，你去甲这百姓讲，因听会听到，但未明白；看会看到，但是未晓得。因为这百姓油忘了心，耳孔沉重目睭渴咧。请咱注意，这百姓是安怎？油忘了心，啥叫这油忘了心？或者心包油啦。心包油敢会一工？今仔日食骹裤，明仔载心就包油，袂啦。心包油是足久啊，一工一工累积起来。了安怎？
耳孔就震动，耳孔震动的意思吼，就是爱听新道理啦，定定爱听。你耳孔震动的意思就是啥？特别哦，若是自细汉哦，伫主日学内底吼，就已经开始上课的。有诶哦，伫幼稚园内底就开始上诶。了咧讲诶时阵哦，老师咧讲啊，耶稣伫克西马尼园咧祈祷。老师我知道，那个耶稣祷告的时候，就那个罗马的兵哦就来了，然后就带着他们要把耶稣抓去钉十字架了。你讲一句吼，伊会当讲三句，拢甲你全部要讲，拢总共讲出来呢。了，牧师来咧讲，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今日你咱要三甲做分享，得到会财的能力，得到财米的能力，是上帝所赏赐的。我知影牧师一定搁要讲奉献啦，安尼听无？只有这啥耳朵发沉呐，就是听到的时阵哦，就知影牧师，你几支毛我拢知咧，呀，这就是这耳朵发沉。了安怎？目睭起来好啊，牧师你要讲我拢知好啊，感谢主，今仔日安歇日，好，就安尼啊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经讲。百姓是安尼啊，了，咱斟酌注意看，到一个地步安怎？实际百姓吼是安怎甲心包油呢？是安怎耳孔震动、目睭起起呢？因为因惊一项代志，惊目睭啦看到上帝国的真理，耳孔听到上帝国的话命，心内底明白过来安怎？因着惊烦头倒转来，因足烦恼。你会记得圣经内底有一个少年的官无？迄个少年官伊讲我好敬父母，我无杀人，我无淫乱，我无偷窃，无讲白贼，无做假见证，无贪心，所有这代志伊拢总遵守啊。主耶稣讲你真，主耶稣甲伊讲安尼对我敢若欠一项尔啦，敢若欠一项尔无介大项。就迄项，你若这样做落保证你就真正会当入天国啊！了，伊就甲讲倒枪啊，伊讲变卖你所有的安那去救济送乡。了，迄个人听到这里，感谢上帝，敢是安尼？无安怎？头咧，来走啊啦，好啊，来走啊！你知影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安怎？我恐惊看到上帝国，甲我的思想是无共。我即马过了真好啊！上帝，你甲我保庇互伊好，你甲我照顾互伊，我逐项拢总互伊好。你莫，我嘛有照时奉献，我嘛有照时咧做礼拜。上帝安尼就好啊！剩的迄牧师甲执事小组长的代志，迄甲我无关系。你知影？咱就是因为安尼啊！所以咱定定活伫无平安的内面。长老会有一首诗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。迄首诗歌内底有一句话写了足水足水足水。心肝常常失了平安，叨叨寡如艰苦事。好来，尾下迄句安怎唱？这是对咱袂有深信，袂有放心交托主。有看到问题是出伫遮啦，因为咱无深深相信，咱无愿意放心交托互咱的主。这就较艰苦啦，目睭看到，耳孔听到，心内底明白拿过来。我呢财产爱甲伊放掉，我爱掠服侍上帝，做我第一。我逐项代志，我是要和人相争看赢，无啥物上帝叫我讲，就爱让步，听上帝替我伸冤。迄爱砍一，你知影？基督的信仰和咱的想法完全是颠倒头边的，因为伊是属天的，咱是属地的。但是咱今仔日。愿意，咱真欢喜，互上帝甲咱对属地救起来属天的，
毋过咱伫属天的，搁咧做，咱有属天的生命，但咱安怎搁咧做属地的代志？就是安尼，咱会活甲足袂好势啦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互咱会当三甲做伙来看见，求上帝来医治咱。那咱的身份无共款，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咱是上帝国的百姓，甲伊讲来。咱得爱有属天的生活规矩，甲伊讲。求上帝帮助咱哦，吼啊！所以呢，伫这当中啊，牧师我咧看一个图啦，吼，这是你看有一个事实嘛，吼，基督徒爱做礼拜，这个事实啊，伊到尾就传统，就变做传统。那么呢，囡仔原来来做礼拜，爱谁哪来做礼拜，变做传统。来问讲，你谁哪爱来信耶稣？囡仔会甲你讲啊，我爸爸妈妈都去教堂啊，我不去，他都会骂我。所以这个是盲从，这个是盲从，为着无爱奉命啊，所以就来。啊了的时阵啊，变做啥风俗？这变做风俗哦，唔是干那外口的信仰有风俗，基督教原来有风俗。哦，圣诞节一定爱过圣诞节嘛。好来，我唔是讲无爱，我是干那讲你爱想看卖啊。了到日落尾手的时阵哦，咱对信仰安怎一无所知啊。一无所知，但是呢，咱会无去做礼拜无共款会，但是咱加深这个事实，了后这个传统嘛佮变，啊了佮盲从，所以到尾手哦，你来看哦，咱爱感谢上帝，咱安乐性教会较无，有的教会吼，有这款情景，啊，咱嘛爱为着这个为这款教会祈祷，有的人去读神学院读的，了后倒来伫教会，但是呢。无正做教会的帮赞，一日间批评牧师娘、传道娘，批评遐执事，批评遐小组长。安尼，咱读神学院是要带读好足好讲批评的呢？你听我意思吗？教会手的时阵，变做一寡非常大的伤害，伊就是安尼得个循环。但是今仔日。咱爱，所以保罗讲啥？恁着知影，当今仔日一个人领受上帝恩典的时阵，伊即个事实爱安怎？爱互伊拍破呢？了，互外邦人来得到。今仔日保罗指出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哦，应该得到祝福甲应允的人，结果安怎？因为无信、毋信，怎无得到？但是原本未堪一个。无伫这祝福内面的人，因为安怎相信哪来得到？乞食变皇帝，你听我的意思无？皇帝变乞食，就是这款情景。这款情形内底，咱看到这落物件，或者啥不信定律。这个不信定律伫咱生活内底，定会发生。对旧约讲到新约，一直讲到启示录，也搁咧讲。是安怎伊安尼讲？你斟酌看，不信的定律内底啥？探子，迄个侦探的事件内底，摩西差遣12个12个侦探去看迄个所在。了后去的时阵，12个人倒转来，了后2个人约书亚甲迦勒报好消息，剩的10个报歹消息。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讲：这百姓藐视我，要到什么时阵？我伫当中行遐尼济神迹。伫这个时阵，已经伫埃及行过10个神迹，来到这上少，搁伫旷野内底行过3个啊4个神迹。了后伫这当中，这百姓摕石头要甲迦勒甲约书亚点互伊死。上帝伫旋风当中出现，对着这百姓，对着摩西讲：因毋信我要到什么时阵？我要用瘟疫击杀因，互因无法度承受迄个土地。毋信。呀，这是不信的定律。对创世纪，其实都唔信啊。亚当和夏娃无相信上帝的话，出埃及记无相信拯救的主上帝。来到伫新约的时阵，犹原抑搁这个代志。撒加利亚，迄个时阵天使甲撒加利亚讲：撒加利亚，你会生一个囝。伊讲：吼，你是咧，我老哭哭啊！你讲我会生囝，你。所以呢，天使甲伊讲啊，到时阵这个话会应验，总是因为你唔信，所以你的下到袂当讲话，听下到这个代志成就的日子。
唔信，所以会失去祝福，会带来一寡伤害、假死。了，耶稣基督有一届倒转去到人拿撒勒，了行真济神迹，行了真迹的时阵呢，因为因唔信。耶稣基督伫迄个所在，当然无搁再行，因为因伫迄个所在讲一项代志，这毋是约瑟因囝吗？这毋是玛利亚因囝吗？因的兄弟，伊的小弟姊妹，毋是拢伫咱当中吗？所以因就安怎压起耶稣？拿撒勒原本伊毋干那只有耶稣基督成长的所在，伊原本抑阁有真大的祝福甲稳定。圣经讲啥？圣经讲，伫拿撒勒，耶稣基督要称作拿撒勒人。原本这个城市有更较大的荣光，但是因为拒绝耶稣基督，伊到尾手的时阵，敢若正做耶稣基督安怎样啊？伫迄个所在，青少年成长的记号一段的尔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唔信会成做咱活命内底一个真大失去祝福的原因。圣经内底对咱讲这个代志，所以希伯来书讲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谨慎，免伫咱当中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啥？唔信是啥？是一个歹心呢，是一个恶心呢，拒绝上帝的话。结果咱甲上帝安怎赶出咱的心？咱人的性命是对上帝来得到，结果咱甲上帝赶出去咱的心门，赶出咱的灵魂，安尼咱的人生抑阁有啥物款误望？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对着咱的提醒。最后，咱今仔日来了解保罗所做的这些代志，要甲各位讲，保罗伊是一个有模范的人，伊认真伫伊的信仰。伊伫迄个所在讨论伊的信仰，伊知影家己相信啥货，并且保罗伊其实已经互啥，互罗马政府甲伊关起来，就是罗马政府讲吼，你无死罪，但是恁家己犹太人咧甲你告，所以呢，你会当啥？你会当或者咱即话做啥？或者会当互人报出来啦。所以保罗就互报出来了后，伫家己所睡的所在，伊甲家己所睡的所在伫遐当做家甲哦，伊袂当死，叫个乌白走。所以呢，人拢爱来到伊遮。所以伫这所在，人来的时阵啊，足足有2年久的时间。你斟酌看伊讲，来见伊的人，伊拢接待，伊放胆讲论上帝国，并且将主耶稣基督的代志教导人。伊来的拢安怎？拢甲伊接待。无论伊无敬到一个人啊，无敬到一种人啊，好野善，任何到一种人来，伊拢甲伊接待，伊甲伊款待。毋是凊彩甲伊应的，毋是，伊拢总甲伊接头热情、忠心甲伊款待，了保罗用生活来见证。伊家己本身知影伊所信的，伊就是伊互关照你讲的时阵，是啥物人爱改？照你讲的时阵，其实是应该罗马政府甲伊关嘛。但是保罗讲我互关，无要紧，我租一个厝，我就是干那住伫这个内底，我袂出门，安尼会当袂？保罗伊家己互关伫迄个所在，伊就安尼。所以伊的活命，伊是有见证的人。了，伊伫迄个所在，真放胆用心来教导真理。咱斟酌注意看，伫传福音的过程内底，咱会敬人无？咱对人有大细心无？咱的生活有见证无？咱真知影咱所信的上帝无？咱和人分享的时阵，是进入伫真理的分享，还是伫个所在，干那要和人相争争互赢？有一本册是一个医生所写，这个医生讲，有疼才有养啊。这毋是干那只着教会安尼尔。一个人伫另外一个人心上所以有权柄的一个原因，干那是安尼，因为疼甲稳定。乌道的嘛是安尼，对无？
这是通世界所有的规矩拢是安尼。你对恁囝、对后生查某囝是安怎有权柄？因为你生伊、你养伊、你饲伊、你教育伊，所以你才伫伊的身上有权柄。若甲伊生落来，毋爱甲伊饲，毋爱甲伊养，毋爱甲伊教育，你看迄个囡仔安怎？我捌听过一个囡仔含因老爸相骂呢，迄伫餐厅内底骂。了的时阵哦，迄个囡仔甲伊讲哦，你除了甲我生以外，你是做啥货？哦，即句话足着心呢。所以斟酌注意，咱会当伫一个人的身上要有权柄，是出伫啥？你对这个人有疼惜无？有关心无？有照顾无？求主帮助咱，互咱看会清楚这个代志。基督的教会是用圣经的话语来传达上帝国的信息，并用这个见证耶稣基督各活的事实。咱家己爱用心来读，使徒用坚定的勇气甲毅力，向着各阶层的人大胆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。咱若认真读上帝话，听上帝话，将上帝话刻伫咱内底，咱的信仰才会有根有基，插伫咱的灵魂内面。咱的生活一定会有见证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咱称做上帝的儿女，咱就会亲像保罗同款，亲像路加同款，继续写使徒行传。这个信仰过去无定咱的父母对着咱有诽谤，信耶稣信甲恁父母拢总无去啊。但是今仔日，咱领受，咱照上帝话去行，你会发现，你的活命一定会带来新的祝福、能力、权柄。当咱互上帝话教导咱这个人，咱遵行上帝话，你会发现，你讲的话都会有权柄哦。你吩咐什么代志，迄个代志会照你口中的言语去成就。咱若顺探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有权柄。我顺探上帝的话，照上帝所讲的去行去做，我就原来会甲上帝同款有权柄，会当去吩咐这个代志发生。安尼，上帝的信仰，对上帝的人物甲精神，就一定会互你用活命，甲保罗、甲路加同款，继续传扬耶稣基督救恩的名。咱三甲阿头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过去阮无啥熟悉你，或者讲，阮对你调了人物，但是嘛安尼含含糊糊。求上帝赦免阮，也帮助阮，互阮愈听上帝的话，愈读上帝的话，愈明白，愈记伫心内底，愈会通照着安尼去行，就会愈来愈亲像阮的主同款，阮会通更新，阮有各活的能力甲权柄，阮会通开始有上帝话语的能力，吩咐代志来发生。这拢总是因为阮听探上帝话，读上帝话，照上帝话去行的时阵，这代志就一定会发生伫阮的生活内面。感谢上帝你的听，感谢圣灵的同在，感谢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愿一切上赞、恶乐、荣光归于你。愿你的权能继续伫阮的身上显最大。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？是无？安尼，咱感谢上帝听通。无论伫线顶的兄弟姊妹，或者伫现场的兄弟姊妹，无需要搁再一届诚心邀请咱线顶的兄弟姊妹，会通继续
倒转来到伫现场，同齐做伙来做礼拜。求上帝帮助咱，咱嘛继续为了线顶的传播，有搁较侪人来收看这节目，会当透过咱线顶的礼拜，有搁较侪人来接触到咱礼拜的实际情形，了后当同齐做伙进入伫上帝的救恩内底。咱这是三甲做伙，同齐用感恩的心来奉献。咱吟唱圣歌190首圣别的奉献，互咱会当三甲做伙伫主的面前，同齐。求主成全我心事，互我顾念主的事，体贴圣灵正做成，我力肉体歹变形。求主我打困求你，将我有悔洗清洁。切见圣灵点我心，互我听主日日深，求主成全我感情，互我听你心坚定，无搁贪爱这世界。时刻仰望你再来，求主我打困求你，将我有悔洗清洁，切见圣灵点我心，互我听主日日深。求主成全我意情，互我专心信靠你，奔走正面的路程，一生为你做见证。求主我打困求你，将我有悔洗清洁，切见圣灵点我心，互我听主日日深。愿全能的主上帝，就是迄一位救咱脱离死亡的主，又个赏赐救恩活命能力的救主耶稣。亲自借着圣灵运行在你心中，互你倚靠圣灵有灵有力，赢过所有一切的试探，靠着圣灵的气力，对主同甲主同行，互你的活命充满属天的能力，因为遵行上帝话语，读伊的话语，刻铭伫心中，照着主所讲的去行，互你的活命大有能力权柄，赢过所有的困难，伫艰苦当中靠主喜乐，并因为对主来行，互你口中的言语带出上帝国的权柄。愿一切颂赞归于咱的主，愿平安稳定甲疼痛归伫你甲你的全家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，彼此请安，上帝赐福，大家平安。